水哦，君主落山地哦，人食落山，地食落水哦。哎，我问你啥？我读书啊，你去头发听看没？哦，君主落山，地食落山，人食落水。讲你后面若佫讲安尼，我听着我就该记了。我来记。我讲伊生我真是读啊，你无先生甲你收你。 你家读了，家读了你唔通读，你也会经过先生甲你修。这个人有三义，而且讲地者鸟水，人者山。这个爱读个猫，读个鹿，毋是读个鹿，有读个甲，有读个鹿，三字。你嘛袂晓哦，我拜托你把是我唔知。 哦，你嘛唔甲我收咧，讲我唔知。哦，你个拜老师咧，这个钱咧，我钱互你啦。伊讲我若叫你听你佫讲钱上，上安怎啊？袂晓讲一万好啦。你着去拜来甲你收啦。我要拜上我收啦。毋然我这本论语，这本素书，经过你老师甲我收。这个三商叫丁面先生。 咁样做编，佮转来，佮读还有读啊一半又啊无啥准，但佮其实咱无做经理法师，所以呢，咱来斟酌读，英语就像家教的家己咧，好找啊，随着理想，随在对象之中为其做啊，以其主一个字，将。 就将南怀瑾先生讲孔子的选竞赛，孔子的选竞赛，伊就选迄个土地伊讲公冶长，即个宗旨就是本将是孔子由于公冶长贤德，所以交为成良快赛。公冶长可能得到夫子的赞赏。 你将女儿嫁予伊，在此呢无别的线索，只有虽然是其中为其做啊一句话尔，但是咱以亚述内面看到，咱台湾听人讲过，可能捌听人讲过，公冶长伊迄个时阵伊就是捌教义，捌了义，所以呢有一日呢，鸟仔就来甲。 公冶长，南山有条羊，你食肉，你食肉，我食羊。公冶长真正去南山遐，哇，一只迄个羊啊倒伫啊，就摕起来，就煮的，也毋知欢喜伊煞食一老了，头袂记钱，袂记钱，你鸟就枵啊，有一日就想要报完事啦，就过来甲看。 公冶长，南山有条羊。像讲伊今仔都讲有法度，有法度走。是拄啊死个人伫遐，野人个风车伫个边仔边遐等，咱好像发生代。去看到公冶长，将公冶长掠去。公冶长伊本身就是算道德个人，伊嘛无需要交钱，毋是伊嘛毋信啊，无法度。所以呢，就去怪。 毋知讲，随在对设之中为其做啊，就叫官。叫官呢，伊公冶长就甲迄官官讲，伊捌教伊是教叫我去啊，毋是我家己的。官就无甲相信。也有一日呢，迄官官就讲，这个人遮孙仙，敢有可能去来杀人？伊就去查官头啊，去原处点。 差不多花园出去，这个鸟啊就来食，食就安尼自就叫，人啊住厝顶啊跳自就叫，看就问，公园就，伊迄鸟啊伫遐自就叫，你讲哪话？你讲啥？你讲话者？伊讲你要还价就还价啦，这豆啊含浸迄落盐水安尼逐粒咸笃笃，遐互阮食，有当你食做。伊就两早就甲浸水、浸盐水，
水啊，啊嘛炒炒的，啊个路边迄个也因做厝顶啊吼，我招来食，啊食招啊得凉，那个喙焦，啊就多艰苦啊，啊就多跳多支手去那个，爱讲我才相信，啊从下一步做，哦，所以就讲随着历史之中为其做啊，哦，但伊做一个字，啊，安尼来等下，哦，啊，当然讲安尼你真正听讲伊就对，啊，安尼等，时间好咱进来好，我们讲一件，大众理解。列表就是跟频道中、温道中。Chopi, kamu na.